红猛虎对不住啊！本来给你抓一只灵妖的，但后来却突然出现了个仙女姐姐。她说那只灵妖太小了，没嚼头，吃着肯定不过瘾。后会有期。黄毛，这畜生谁放出来的？青檀，青檀，这儿呢。谁做主让你们把火猛虎放跑了？都给我找去！抓紧了！来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抓住了！哎，好。给我，慢点儿。
想跑啊，没那么容易。管家，你哪儿呢？跑哪儿去了？管家！我手上去实现所有的构想，已停止不了奔跑，这信念不可动摇。我知道风暴迟早会来到。哎，仙女姐姐，我就知道还能再见到你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快跑！丫头，一会儿遇到黑豹，你躲远点，这种事儿交给我这个男人就行。女人怎么了？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男人是怎么打黑豹的。你呀，你就是说的轻巧，一会儿见到黑豹，吓死你！你吃豹子胆啊！秋香，嘘。看我的！喂，回来！别去！就靠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他给我的，据说可以定时安眠。试试看。真的假的？臭小子，别说话！我从来没试过。我去！怎么样？佩服我吧？这黑铁妖豹看着果然不一般啊！小调，你知道怎么取他身上的妖精吗？某人不是本事大着呢吗？怎么到这时候没办法啦？嘿，我说你这丫头，怎么了？办法有，快说！快说！就是得见血。什么？让开！小心！
我明白了，你也是冲着黑豹妖精来的，让我给你趟路，你好在渔翁得利。你还挺聪明啊。小爷，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你要这妖精做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雕爷在祖府里面困太久，需要吞噬足够的妖精，才能重化人形。得罪了。慢着，按理说，你带的路，倒也应该分你一半。雕爷从不给人家分东西，我全都要。看我打死你！还是师傅里安全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别！行了，别吐了，又不能把黑豹恶心死，先保命吧。哎呦！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死了没？别聊天，我跟黑豹斗，你先带他走。你那点功夫根本没办法对付黑铁妖豹。你在这待着，看我行不行？的海，去追逐风的方向，探寻梦的光亮，一路放声歌唱，自由的畅想，就让青春去飞扬，怕你了又怎样？热血依旧滚烫着一触即忘，我不相信原来这个世界。小心！火猛虎，是你来帮我了。干他！千丈万句，我不在乎他人是冷眼或战语，干他！并不需要千言或万语。有一股神力进到我的五脏六腑里面，真有点神了。你竟然跳过淬体九重，凝出元力种子，升级到地元境。你现在集中精神，以心行气，以躯运身，爆发元力。修炼意图，乃沁阴阳，夺造化，转涅槃，握生死，掌轮回，知机，破苍穹，动乾坤。臭小子！臭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天哪！你怎么样？小小皮肉伤，没掉脑袋，没断胳膊，没瘸腿儿，不碍事儿。真想不到，你竟然凝出了元力种子。哎，小瞧我了，不用道歉。我嘛，让别人看走眼的时候多了。哼，我灵动什么天分？哎，我什么天分啊？哼，只要小爷我愿意学，迟早有一日赶上你们。谁说要跟你道歉了？啊？
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对了，青檀呢？你放心，他没事。哎，看什么呢？阳原石矿，从颜色来看，价值不可估量。阳原石矿，阳原石矿。好多阳原石啊！你赚大了！你求他们没用的。林动出事了，林动没有消息，可雷家的人提前来了。不是说等2日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一味的忍让，只会死得更惨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打！吃什么仙药了？你这个老废物，也想冲英雄？废物小子都能顶天立地，废物老子肯定不能输。我们林家子弟，只要有口气在，个个都是英雄。小小蝼蚁，挡得住火烧水烟吗？又烧又烟的要干嘛呀？雷忠，柔金在我手里，你也得讲信用。雷厉也给你找到了，活着。下去。爹，没事。阿弥陀佛，看来施主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都能自己坐起来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大师，是你救的我吗？我只能回想起昨天晚上，2个人在决斗，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下得狠手，我想过去救，可是刚过去就被打晕了。哪儿来的什么2个人决斗啊？老衲化缘看你晕倒在山脚下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就把你背回寺中了。哪儿来的2个人决斗啊？你的神智啊还没清醒呢。
我的包袱。大师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觉音。哦，一会儿你把那药喝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去准备斋饭。谢谢大师。老和尚，你不知道这样突然冲出来很危险吗？怎么了？没看见我在练功吗？啊，师傅也是习武之人，怪不得这么心烦气躁的呢。哼。嗯？啊？没水喝了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打水去啊！啊？去呀！哎，有水喝了。阿坤，怎么没水了？水。老和尚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没事就好。不过啊，这水桶啊是不能使了，你得使那种水桶了啊。嗨，怎么了，臭小子？今天心情又不好了啊？行了，今天呢，你也不用挑水，什么活也不用干了，跟我下趟山。下山？啊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让你散散心。嗯。这个老和尚还说去化缘，明明就是回寺里偷懒。哎，你谁呀？你来干什么？喂，你来出家吗？杀人！杀人！人呢？人呢？哎，施主，你找谁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来这里杀人？杀什么人呢？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喂，你说话呀！啊？哎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是能人寺，没什么人，就我跟一个老头在这里住，你会不会找错人了？啊？你不会？哎，你是不是真的找错人了？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杀人呢？啊？哎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刚才把门踢破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这个老和尚他会捕杀生，平时也没跟什么人有仇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他呢？你知道杀他吗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绝音，绝音，你认识绝音？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哎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干嘛不理我？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礼貌呢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说，说呀！啊！上次没杀了你，今天我成全你，你来！
啊？哦，又来了一个，成了，2个一起上。我可从来不欺负老人家的，正是你逼我的。梁坤，给你带的吃的。啊，这以后别去要饭了。不是我，我懂的。可是。 没事吧？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个老头这么厉害？这我别说了，我懂的。没事吧？不成气候的徒弟，这就是你招待师弟的礼数。师弟，原来你们是少啰嗦。原来他会功夫。和尚加油！和尚加油！2个都是和尚。胡子和尚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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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怎么还没有打完呢？高手多招，一定都能多招。 干嘛？反正你也打不过我，下次再说。师傅，什么时候教我功夫啊？就现在，现在就可以。就是现在嘛。啊。师傅，怎么练啊？怎么练？哼！上去！啊，现在？就是现在！上去！从小，我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翻扛抬背，我的马当然好了。是吗？嗨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别，不行，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啊，我就这么轻轻一踢呢，你就摔的是嘴啃泥呀！你练的这种马步啊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嘴呀？啊，起来！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传我功夫啊！你这个傻小子，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怎么教你啊？好，那我就打一套先师教的伏虎拳，给你瞧瞧。好。
是练武的好材料啊！哎，师傅，你又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还要吃饭呀？谁说和你要吃饭啊？哼！你看着这柴也不多了，记住，一会儿多备点柴火回来，啊！这水也不满，记住，午饭前务必要把它装满。哼！哎，你看看，你怎么豆浆磨一半就不磨了啊？去磨豆浆去！师傅，我让你磨豆浆去。我这都练完功了，你也不给我指点一下？你不是要教我功夫的吗？我指点什么呀？你刚才压根儿打的就不是拳。啊？我打的不是拳，是在指吗？什么也不是。那我该干嘛？你呀，该干活了，去磨豆浆去。哼！小伙子，不错呀，干活蛮利落的啊。哎呀，我9岁的时候就天天练这个，还会怕吗？不对呀，我让你提这2只水桶从小溪边一直回到寺中，中途不要打尖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水桶底下怎么全是泥呀？你肯定投机取巧了。偷机取巧？大师，我这是有思想，有谋略。谋略？哎呀，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好逸恶劳，一丁点苦啊都吃不了喽。我吃不了苦？我吃不了苦？我吃不了苦？我要是吃不了苦，我早就死了。哎，你才多大呀？你能有什么样的苦啊？我3岁的时候，我爹就死了。我娘被别人杀的时候，就在我眼前，我亲眼看见。在同一天，我最尊敬的师傅也被人杀了。他们还诬陷我，说是我干的。我现在没有家了，我连我哥我妹我都见不了。这不是吃苦是什么？我天天在这，大师，我容易吗？你本来就是一个人来，最终也会一个人走。哎，师傅，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当然想报仇了。报仇？好啊，去吧。我现在就去报仇了。是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去吧。好。
我下山报仇。报仇你找谁啊？孙腾蛟。哎，孙腾蛟，从现在开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等等我。来，快点啊！好，记住了啊！好，哎，这位，放这儿了啊！哎，好，来，小心点，来，好了，来，小家，来。都小心点儿。我千方百计的找你，你要自己送上门来。哼！你来干什么？废话，我来救你啊！我报仇不需要你救我。孙老板，安堂主，你知不知道他是朝廷钦犯？我不管他是什么犯，我今天必须让我女儿安全的离开这里。安兄，您误会了，是您闺女打我，不是我打她。如果小女多有得罪，今天请给安某一点薄面，放过他们吧。你不好意思，改天一定登门谢罪。哈，告辞。哎，你别走那么快啊！你别跑那么快！哎呀，你别走那么快！你走那么快干嘛？喂，你别跟着我了！我救了你，你对我大呼小叫的。我不需要你救。我不救你，你就被打死了。怎么成？看你伤成这个样子，没爹没娘的，我不照顾你，谁照顾你啊？我能自己照顾自己。他们怎么了？在吵架吗？我再也不管你了！哼！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女孩是用来疼的。你对刚才救你的女孩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说了那么多伤人家的话，你觉得你对吗？可杀不了孙腾蛟，我心里过不去。哼！报仇报仇，你只想着报仇，怎么样？现在你知道报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吧？啊？你跟我来。这为什么有的有名字，有的没名字？那是因为有的已经死了，我还来不及问他们的名字。
这是个来相考的秀才。阿弥陀佛。这个呢，是去省城做买卖的商家。阿弥陀佛。这个是扶老携幼来郊游的一家人，他们都是被山贼劫杀、曝尸荒野的。这些人呢，有的目不识丁，有的饱读诗书，有的一贫如洗，有的腰缠万贯，最后殊途同归，都埋在这里。你说他们是乐还是苦啊？死得这么惨，这么可怜，当然是苦了。他们知道苦吗？死都死了，应该不知道吧？既然不知道，又怎么会苦呢？我觉得他们苦。你觉得他们死得很苦，可是你呢？你还好好活着，怎么会苦呢？本从空无来，还归空无去。万象皆因果，处处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吃饭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做的特别用心。哦，肯定好吃。好，哎，师傅，多吃点啊。师傅怎么样？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时间过得好快。我已经上山有一段日子了。很好啊。可是，你都没有教我武功啊？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我有啊。有吗？有啊。哎，那你说，什么是绝世武功？哎，就像书上说的那种，绝世武功啊。哎，师傅，你为什么不教我？你想学绝世武功？那当然了。好，跟我来。好，来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这绝世武功很难练吧？不难，这第一天练功啊，很简单啊。练功还有简单的？有啊，保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。我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没听明白啊？保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。记住，保护好自己呀！公子伏虎。我练的是伏虎拳。我练的是伏虎拳。大哥，你回来啦！你让老虎追我，是教我武功还是让我送死啊？你死了吗？我死了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所以说我没让你去死啊。就算不是让我送
送死，也不是教武功吧？阿坤，你学的是伏虎拳，我让你去伏虎，这不正是学以致用吗？伏虎拳只是一个拳法的名字，我又不是武松。好了好了，看来呀，你是惊吓过度，惊魂未定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哎，拿着，小儿惊风散啊，记着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哎，看看，你学的伏虎拳那是洪拳的一种，源自少林，跟我学的可谓是一脉相承。本派武学有个入门的口诀。叫做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曾打人，先学被打。嘿嘿，慢慢你就理解了啊！嘿嘿嘿嘿嘿，阿坤，记得吃药啊！师傅，您这练的是五行拳。没错。哎呀，我还揣摩了一晚，再伤脑筋去哪儿找禽兽？原来在这儿。你说谁是禽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跑！老爷，我找到梁坤的下落了。什么？他就在白云山上的能人寺里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召集人手，跟我上山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到那儿不许轻举妄动，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记住，一定不能伤他性命。知道？知道。师傅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阿坤呐，我想问你件事情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听说有个叫孙腾蛟的人，逢人就打听你的消息。你认识他吗？我当然认识他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还有我的真凶。他来这边了吗？啊，阿坤，你不可以轻举妄动。就你眼下这点功夫，还想找他去报仇，你就是白白去送死。你这样做，岂不辜负了你的父母吗？可是他是杀我！不要再可是了，眼下你还是保命要紧。我带你上这儿来，就是想让你避一避，一定确定没有异状，你再上山回寺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光我一个老和尚，他们不会动手的。如果你去，那就难免会有一场大战。走，快，走啊！
师傅。走。老和尚，请问，你这个寺庙来没来过一个叫梁坤的？梁坤，阿威啊，你的俗名是叫梁坤吗？不是。哦，你呢，玉琪？不是。那你呢？啊？我也不是。哦，都不是。老和尚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我手下要是搜出来，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跟你说话了。老爷，我们搜过了，除了他们几个，确实没有其他人了。连衣物和杂物都没有吗？是的，真没有。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上！你干嘛？施主，佛门清净之地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可不能骗我。不会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师傅想出手，他出手比师傅快呀。你确定是能人死吗？没用的东西。走。这次饶了你，老东西。师傅，好疼啊！师傅，阿弥陀佛。那老和尚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说的那个高手呢？哎呀，这梁坤他逃走的那天晚上，真的是月黑风高啊！但是我确实看见有个光头和尚把他给救走了。你蠢货你！哎，哪个和尚不是光头啊？哎，没用的东西，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？这，嗨，没事儿。嘿嘿嘿，孙腾蛟的武功啊，比我师弟差远了。哎，那这三位是？哦，这个是新来的俗家弟子，这两个小沙弥呢是华云寺来的，住持让他们过来跟我学习的。哎，想不到头一天就差点，哎呀，痛得要死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何陀佛让我们供香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燃香时香自灭而留香与人，贪香将己香传给他人，却忘却自己，这就是陀佛教导我们舍己为人的精神。你也被打了。我这是舍己为人啊，舍己为人吗？我是学佛的，我也是学武的，怎么被人打呢？那两位，告诉他们那三个小师弟，本派武功入门口诀是什么？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学打人，先学挨打呗。先学挨打。哎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今天就是你们入门的第一课啊，学习挨打，挨打，挨打。哎呀！三位小师弟，梁坤对不起你们，实在对不起。我一定早日学好武功，下山去找孙腾江报仇。哎，当初我收你为徒，是看在你是一个练武的奇才，我这才打破不传武功的原则。可是面对今天的事，你却仍然不珍惜那些人所为你做的牺牲，却一心想着习武报仇，你岂不是辜负了他们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只想
你能透过学武，在武德中修习心性，放下那颗复仇的心，如同那些为你付出牺牲的人，你的父母，还有3个替你挨打的小师弟，他们从来都不对你所求回报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无法忘记我娘是怎么死的。放不下。我没有逼你现在就放下，我也知道，这需要时间。梁坤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传授给你，你是否愿意全盘的接受？不管是武功，还是这里，只要你愿意教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愿意，都愿意，愿意。那好，吃饭啊，吃饭啊，吃饭吃饭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欢迎光临我们宝芝林换匾仪式的现场。下面，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宝芝林的镇馆师傅铁桥三。好，师傅，你看这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您来给我们接匾，也算是正式开张了。不，我没想过要开什么武馆。我宝芝林历代以来都是卖药的，而且宝芝林后面都没有加过武馆2字。您教人武功，我卖药，这样的话也很低调，一点都不张扬。我看这个头还是你出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你干嘛你啊？我们师傅那是真功夫，不用挂招牌开武馆，照样有人拜师学艺。对，拜师学艺。师傅，您看这么多人都来了，林福成也确实挺有诚意。对，要不然你就给个面子吧。对。啊，师傅，您不是要找人吗？要是把这宝芝林名声做起来了，说不定那个人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对，说得对啊，说得对。哎，对，来吧，师傅，来，这个线拿着。接匾仪式现在开始。快学功夫去！走，学功夫去，要不然没位置了。是。哎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！哎，这帮苦力不在码头干活，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你有所不知，他们呐都学武去了。听说那个败家林新开了一家武馆，就是那个铁桥三，听说可厉害了。练武？铁桥三？什么来历？别乱啊！后边排直了，排队。你看，说人还真不少。那是不知道师傅现在。等我后边去。以后常是不是？算不了。二位后面排队。沽名钓誉。走啊！铁桥三，你给我出来！二位是想来拜师学艺的？我们蔡氏兄弟不是来学艺的，是来踢馆的。喂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我们是来踢馆的。踢馆的，里边请。走，里边请。来者不善啊！没看出来啊？这俩精神有问题啊！我怕在这儿动手会伤及无辜，不如啊，先放进去。关门打狗，2只。哎，说得好。我说了。铁桥三，我们来踢馆了。干什么？是谁呀？长那么大声干嘛呀？这是干嘛来踢馆啊？两位师傅，你们来此有何事啊？铁桥三，你不是开着破玩意吗？破武馆吗？说的有多厉害呀？啊！你是不是将广州街上所有的武馆都不放在眼里吗？两位师傅，一定是有误会，不如里面说。请。
两位前辈，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，一定是小徒在外面乱说，我一定教训他。阿成啊，师傅还不赶快跟两位道歉？道歉？干嘛要道歉？你在外面说了些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两个真的有病。揍他！走！先坐下。说什么？请喝茶。哎，小心！椅子！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好，快请起。你先别在这丢人了，走走吧。啥这样？肚子都开了，肚子都开了。快走了！